有证。我台湾人啊！我承认那时候我的剪法蛮有 Michael Jackson 的样子的。哎，我就讲国语讲很标准的呢。我觉得你那个都不好笑。真的吗？最好笑的。然后最后一个，他跟他弟弟的。对对对。我马上别去。真的，我弟弟，我弟弟比较白，就是他虽然也是跟我一样是同母同父哦，但是他比较白这样子。然后有时候就，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小，然后我要去买参考书这样，我就跟弟弟脚踏车去这样，然后他就先进去，我去骑脚踏车，你先进去门口，因为那是新开的那个书局讲，那个店员都很有礼貌，进去我弟先进去，然后店员就欢迎光临，我操，很好，很有礼貌，然后放我进去，服务不错。Welcome， 为什么我就是讲英文的？双语的吗？这边，您的脸型比较立体了，轮廓比较深了，对啊，比较适合在工业区上班，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。对。高中的时候穿格子的衬衫扎进去牛仔裤，在太原车站一下车，就有人跟我打招呼，来个妈妈。看我妈那，因为我后面没有人啊，你看那好吗？一样，忙给输。因为高中要去找哥哥，我就以前涂啊穿格子衬衫扎在牛仔裤里面，就被人家误会了这样。对啊，就是蛮有趣的回忆啦。对啊，然后接下来跟我这首歌有什么关系？就是写给我爸爸的歌啦。因为我爸爸喝蛮多一些保健身体的饮料哦，就是保开头的哦。我希望他不要喝太多，他有时候喝多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迷幻的状况。迷幻。对，这首歌献给我爸，他就叫老爸。对，我的写的歌的歌名都很简单。写给部落的歌就叫独立，写给我妈的歌就叫妈妈。写给我的呢？小拉。写给我的来比比看嘛，谁比较小？为什么我是小拉？蛮能接的。好了，不要紧。OK。我等下再老爸，谢谢。喉咙有点不好，感冒。希望不要传染大家，所以我捂着嘴巴唱好了。那他们也可以耳朵听啊。好吧。双方达成协议，在隔壁的要什么？老爸。Suan mahudu di sana Tengirano Ama Tengirano Ama Ano masih suman dura paurina Suan luisi Ano masih suman dura paurina Maate Yeah Begitu ganong isu Oh am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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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Yeah
dengan mengusung Oh mama, 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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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 mama. Tungiran ko tadi dengan uso, ano ba siya gisuli mo man mula akakaan masih Umandura Pavida Oh amaya其他手一起好不好？老爸，非常有感情。我的吉他手，他把我从这么低的音符飘到另外一个云端，写给我爸的歌。意思就是说，爸，你不要再喝太多保利达，你喝太多的话，医生说你肝会坏掉。然后我爸说不会，对，肝坏掉，但是我的心脏还在跳，对。根本就是不听话了，我的爸爸。好，希望大家的爸爸都健康啊。好，下一首是。下一首歌是我写的一首歌曲，然后它的歌名叫《云豹的传人》这样。云豹的传人，我们好差的不万的人哦，为什么会就是这样称呼自己？比如说你古拉巴尼，就是我们意思是说属于云豹的族群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一个传说故事，是云豹，我们祖先带着云豹带领我们到古拉巴尼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以云豹是我们的，算是我们的精神的指标，就是因为有云豹，我们才有那个云豹的精神这样子。然后之前迁村之后，然后因为88风灾的关系，我回去就好茶部落的那个道路都因为风灾关系都毁坏这样子。然后几个年轻人啊，跟老人家他就想说我们要还是要把那个路打通这样子，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这样。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就去跟基金会台大城乡基金会啊，然后支持我们这样，然后我们就有一些工人可以去上去工作，然后我们在上面的时候一起跟他们一起工作，就是很多的感动。我觉得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路修好？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回去我们原本的部落这样？我在工作期间我才感受到，原来大家对那个部落是多么舍不得，就是一直不想跟他切断关系这样子，然后这才是云豹的精神，云豹的传人，这样我们才不会忘记我们自己原本文化生长的地方，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东西，这样，因为很多都还在啊，祖灵都还在，祖先都还在，什么东西都还在，为什么我们要离开？为什么我们要忘记我们自己是谁？我们是云豹的传人，这样，然后就是写了这首歌曲。云豹的传人，他很少唱，他可能会唱错，可能会弹错。我先把那个防腐剂，预防针啊，防腐剂。拜。鼓励台湾师范大学毕业。防腐剂，哎呀。中文系，那是他们的专业。会讲中文就好。防范有氧，请打防腐剂。高啊高啊！你看到我发明了吗？等看，不要担心。好的。我好不容易那么久问题，就是因为防腐剂。好，就来听这首老祖创作的《云豹的防腐剂》。你看，这首歌我也是蛮喜欢的，因为它有词意，很打到心里。
对，因为大家生长环境不一样，我也很想去走那个祖先走过的路，那是多么的美的一个当下的那个，那就我们就用听的，是听听看他的感动在哪里。Listen to him. 踏上崩坏的老路，忍住眼泪漫步，紧着初心的脚步，串联出共同记忆。我背上的行囊，背着情感，背着锄头，背着沉重的责任，牵着那手，牵着思念，牵着期盼，牵着回放的记忆。崩坏的老路，忍住眼泪漫步，循着初心的脚步，串联出共同记忆。我背上了行囊，背着情感，背着锄头，背着沉重的责任，牵着那手，牵着思念，牵着期盼，牵着回放的记忆。云豹的传人。你。
烦恼。哦啊啦咿哟耶，哦那的开路不一样，你那苏里古拉烦恼。哦啊啦咿哟耶。平安苏里古拉班的年报的传人，谢谢。哎呦，年报是哎呦，高啊！长辈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啊，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知道自己是年报传人，一定是这是传承下来的给我们的东西，我们这样才会知道，哎，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以前的社会，以前的事情。我们也没有看过云豹，这辈子很多老人家都没有看过。可是为什么一直坚信这样的力量呢？就是说我们一定坚守这样的，就是因为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会很荣耀这个事情，但是我们是云豹的后裔这样的。然后就这样呢，好吧，放轻松点。可是后裔是色太后裔，对啊，后裔，我们给他做一个拍手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我说是勾起一些回忆了哦。对。那接下来是我要跟大家创作的一首歌曲是，不管是哪一个族群的年轻人，这个时候的我们，很像都类似发生这样子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像没有办法在属于自己的地方或者出生的地方，好好的生活，然后一定要可能要像我自己部落只有一个国小，运气好的话可以在部落读国小，然后毕业，你就要开始脱离你的母体文化，在外面学习。当开始在很多创造力还有那种能力的时候，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学习能力很强嘛，可是那个的很多的时间都在平地，对吧？所以我就写了一首歌叫做《杀了我吧》。杀了我吧是在形容说，很多的价值观都改变了啊，不是只有我们原住民而已，就是大家很像跟着社会的变迁，然后有一些事情在发生，然后就用这首歌来跟大家分享，让大家知道一些我发生的事情。哦，竟然有人打哈欠，而且还是我的朋友，我撑那么久了，2分06秒38，2分06秒38。这首杀了吧，听一下。在很久很久的以前，我的干部对我说，很久很久的以前，我的干部用母语对我说，孤单的树，孤这个的树，压嘎一路，我心爱的树，你的家，你的部落。你是哪里的？很久很久的以后，我们离开了那个故乡，我们把一些酒喝，聊聊自己的故乡，自己的部落，却不知道你家在哪里？杀了我吧！哦，哎，杀了我吧！我不管，我不管。
书离开故乡，我不怪他们，我不怪。像当年印象中模模糊糊，爸爸妈妈带我下山，离开故乡，我不管，我不管我的爸爸妈妈把我带下山，离开故乡，离开故乡。如今我像一条鱼，慢慢慢慢游回去。如今我像个傻瓜，就连自己的邻居都已经开始不认识了。我不怪爸爸妈妈当初带我下山读书，因为他们要流汗赚钱换取很多的货币。我不会读书，如今只能当个职业军人。我不怪爸爸妈妈当初带我下山读书，因为他们要流汗赚钱换取很多的货币。或许我可以当成个老师，但是这个过程我们损失了很多的东西。但是这个过程我们被剥夺了很多的感情，在这个过程我没有拒绝，因为我是个孩子。或许我的故事也发生在某些现场的朋友身上，但是不要放弃哦，因为台湾的年轻人都很强，就跟我们3个人的小腿一样。如今我像一条鱼，水中慢慢慢慢游回去。如今我像个傻瓜，就连自己的邻居都已经开始不认识了。我不怪爸爸妈妈当初带我下山读书，因为他们要流汗赚钱换取很多的货币。当个老师，我不怪爸爸妈妈当初带我下山读书，因为他们要流汗赚钱换取很多的货币。我不会读书，如今只能当个职业军人。但是这个过程我们损失了很多东西，但是这个过程我们被剥夺了很多的感情，在这个过程我没有拒绝，因为我们都是孩子。不好意思哦，刚才中间有一段是，因为那个文字的东西太多在中间了。他就是在讲说，爸爸妈妈辛苦赚钱努力读书，其实就是不要让我们输给在平地读书跟你们一样的孩子。然后希望我可以当一个老师，不用那么的辛苦，在外面做劳力工作这样子。我还是原来的我。杀了我吧，谢谢。接下来阶段只能用来形容7个字，忘记讲7个字了。你们应该有跟我数到7吧？对不对？一杯还有一杯杯，换你杯了。悲哀的悲。地壳变动，地壳变动。大家好我又回来了瞬时间，我好像似乎
来首快乐的歌好像也不太对。可以了 ，OK 了。也有的时候我们的创作，你要叫我们创作一首歌，我们不会，我们讲实在话。可是我们的歌怎么做的，我们解释不出来。比如说，我今天看到这位先生，哇，有一种感觉就来了，就一首歌。你长得像，你的长相就是西调。对，就高一点，还是这女生长得好像哆来咪发嗦的西哦。那你就是西大调。没有啦，就是会有一些生活经验，就突然间碰到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就会有这些感想、心得在心里面发酵，发酵了以后，就像酿小米酒一样，一直沉淀，一直沉淀，一直酿，就终于开封的时候，其实也蛮难喝的这样。没有啦，就是我们自认唱歌技巧没有主流的歌星那么好听，然后对。为什么我是主流呢？对。为什么一定要比高下？对，我们比下高好了。我们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唱自己的歌，因为是自己的歌，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是写给我妈妈的歌，妈妈的眼睛。阿廖讲的很简单，就是说我们的歌都是在发生的事情，在我们身上正在发生，或者是你的身上，你的身上，也许你听不懂。但是我们不是不翻译，是要你们去意会那个曲调所传达的讯息。如果有感受到，就会感受到；没有感受到没关系，过几天就会感受到。再感受不到，我也没办法。对，那这首歌写给歌的问题，写给我妈妈。我发现我一讲话你们一直笑你。我要讲什么呢？就是我写这首歌母语歌。是我第一首的主语创作歌，就是这首歌 ，N 年前，然后要给我妈妈去校对，说到底我唱的对不对？结果我妈妈听完以后是哭嘛，然后我也跟着哭，然后我姐姐进来叫我们吃饭也哭，这样就3个在那边哭，对，然后反正就是写给我妈妈，因为那一年我高中毕业，就因为家人的期待啊，我没有怪他们，因为其实因为社会的体制下就是这样，然后他们希望我考上好的大学，这样就特地把我拉到台北这样，然后补习那1年，我也是在这1年当中学会怎么跳芭蕾，因为大家走路都好快，我用脚尖，然后我就在想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问自己说，一定要走路这么快吗？在赶什么？这样不能放慢脚步，停下来吗？听听自己的心跳声，告诉自己说：“我干嘛那么慢？不，我干嘛那么快？”这样。你就走得那么快，那我们2个怎么办？要穿皮鞋哦。用八股的。对啊，然后就是觉得，哇，因为我是在乡下部落生活习惯了，然后原本我的分数过了1年，考上了，可以在台北的学校，可是我毅然决然自己告诉自己我要回台东。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念头，我就自己回去台东大学这样，因为那边是我最熟悉的地方这样。然后没想到因为台东高中，我高中读台东高中，台东大学就在台东高中隔壁而一个斑马线而已。没想到从台东高中要考进去那边走过去要花1年，但是也还好啦，对啊，也是在大学的时候重新对自己有一番新的认识。没错。那这首歌写给妈妈。然后跨年的时候，我有打电话给他，他睡着。我说干什么？了不起，我这个时候打电话这样。我说没有了不起，就跟你讲新年快乐这样。哦，好了，没有事了，我要睡觉了这样。这就是我跟我妈妈之间的对话。即使他搞不好可能很高兴，呀，我的儿子打给我呢这样。然后就会有一个人吃醋，就是我爸。阿爸。对啊，我爸讲到这个，我爸就说：“为什么我写给我的歌都说我要喝保利达？大家都知道我爱喝保利达。”我真的生气呢，他就在甘乐文传闻，我真的很生气，就自己买商品进来喝。呀，真的是很可爱的爸爸，所以他的孩子也跟他很像。好，为大家带来这首《妈妈的眼睛》。
Yavuis Hadu umada Nutamutlau Kuyavuis Hadu umada nung ina Oh hayan iya Haya uha uai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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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gan butir misu hilang oh ayah ayah uha uaiha oh ayah ayah uha uaiha oh ayah ayah uha uaiha虽然讲这一段话的时候，其实都是老梗，但是我还是会忍不住讲。然后，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，不管你在外面多么寂寞、受伤，或是遇到挫折的时候，永远有一个人在你背后支持，那就是你的爸爸妈妈。没有爸爸妈妈没有关系，那就是你的家人。所以真的要有空打电话给他。Yeah.